自往2025年7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有智慧的行动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撒母耳记上卷11章第19、1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撒母耳记上卷第11章。亚捫人拿轄上去围攻基列的雅比，雅比人甲拿辖讲：你甲阮签约，阮就服侍你。亚捫人拿辖应讲：互我唬恁逐个人的正目来侮辱以色列人，我就甲恁签约。雅比的长老甲伊讲：求你宽容阮7日，阮通派人去以色列全境。若无人要救阮，阮就投降。所派的人到扫罗大的基比亚，将这个消息讲互民众听，因就拢大声哭。扫罗拄对远呢赶牛倒来，扫罗讲：大家是安怎得哭？因就将雅比人的代志甲伊讲。扫罗听到这个消息，受上帝的神大大充满，非常生气。伊就将一对牛切做一块一块，交代使者送到以色列全境，警告讲：无出来缀扫罗甲撒母耳的人，因的牛嘛会安尼，互人切做一块一块。上主互人民非常惊吓，因就拢同心，亲像一人出来应战。扫罗伫比色点算人数，以色列人有30万，犹大人有3万。因甲派来的人讲：恁着安尼回复基列的雅比人讲，明仔载日中昼的时，恁会得到解救。派来的人转去甲雅比人讲，因就非常欢喜。雅比人就甲亚捫人讲：明仔载阮会出来投降，出在恁对待阮。隔日，扫罗甲人民分做3队，天得要光的时，因攻入亚捫人的军营，一直到日中昼，拍死真侪人，剩的人拢四散，随人逃命。人民甲撒母耳讲：是啥人讲扫罗哪会当治理咱？甲因交出来，阮要甲杀死。扫罗讲：今仔日一个都毋通杀，因为今仔日上主有拯救以色列。撒母耳甲人民讲：来，咱来去吉甲，伫遐正式确立王权。全部的人民就去吉甲。伫上主面前设立扫罗做王，搁献平安祭互上主。扫罗甲以色列众人欢喜庆祝。有智慧的行动力。雅比城位伫约旦河两岸高原往东的上道顶面。雅比溪对城边流过，最后流入加利利海南边的约旦河，可见伊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。也因为安尼，亚捫的拿辖王率领大军来围攻雅比城，想要甲伊夺取。这段经文互人想到，台湾就亲像雅比城。相款面对强权中国的威胁，2024年11月底到12月初，马英九基金会邀请中国的奥运金牌选手甲学生团来台湾访问，其中中国的学生以“中国台北”这个词做表述，引发争议。为着安尼，台湾的学生向中国访问团提出交流爱平等，民主是前提，
勇敢展现台湾的主权。长期以来，台湾的地位备受中国打压，任何国际赛事拢无法度出示国旗，甚至袂当画出家己是台湾人，处处受到中国无公义的对待。当台湾学生勇敢向中国访问团表达台湾主权的时，也互遐个中国访客明白，台湾人是有尊严的民族，台湾是立足伫自由民主的国家。事实上，人伫危机中也有机会存在，毋是遭遇危险就无希望，反正是爱搁再思考安怎化解眼前的危机，特别是基督徒，伫任何时刻拢爱倚靠上主的能力。若欠缺思考，也是一时得的冲动，拢会带来危难。经文中，雅比城的长老要求阿文人搁再宽限因7日，用安尼做援兵之计。伫这段期间，众长老赶紧派使者去向扫罗求助。拄对田里赶牛转来的扫罗听到消息，受上帝神大大充满，意思就是互圣神充满。迄时，扫罗心中充满愤怒，伊甲牛切一块一块，传送到以色列各地，招聚人民，迎战阿文人。上帝的震怒，互以色列人民惊惶，互因相信上帝的能力远超过阿文人的力量。所有以色列人看见扫罗的决心，拢愿意同心合一，跟对伊，做伙出来迎战阿文人。扫罗果断、阁有智慧的行动策略，最后带来大胜利。不论是人生道路，还是服侍的过程，咱袂免得会拄到困境和危险、艰难。假使咱单单是一味惊吓甲担忧，却忽略上帝的能力，忽略安静祈祷，忽略超找属灵同伴的协助，检采咱也会亲像雅比人共款，伫遭遇挑战的时，还袂半点家己的机会，就想举双手投降。该在雅比城的长老伫危难中带互族人一个机会，因相信一定通找到抵抗敌人的办法。只要得到外来的助力，族人的力量会当汇聚做一伙，因一定会当击退敌人。默想，我真正认捌我所信的上主是信实和大有能力的神嘛？伫我拄着危难的时，我是毋是愿意安静落来，向上帝祈祷？我真正认捌我所信的上主是信实和大有能力的神嘛？伫我拄着危难的时，我是毋是愿意安静落来，向上帝祈祷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主，感谢你透过以色列人过去的遭遇和经验，互我搁较深认捌你的大能力，知影你是互我的软弱变刚强的主，也求你互我学习扫罗，伫别人的需要顶面看见家己的责任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心灵拢勇健平安。